讲过一次课，然后接着呢就是上次也是今年，我在5月份的时候吧，我在台湾的时候讲过的，也一开始是那个时候讲的，然后今天是第2堂课，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部分呢，前面的这个讲的，在这个怎么说呢？助人无本啊，然后遣善意都已经讲得圆满，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巴珠仁波切的列传这些都讲圆满。前面呢就是还有在传承上师的这个传承上师跟历代的上师们的这个战力嘛，这些都已经讲得圆满。以上还有圆满了这个著作誓愿这些都圆满。因为就是在佛法的任何一本书它呢就是在一本书里面包含了什么，就是有前善意根然后中善意后善意，有这样或者上善意中善意下善意，这样也可以，就是有这种里面的那个内容就是有分为3个部分来看。那前善意的部分来说到就书本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怎么说呢著作者的这个怎么说呢专利，还有那个战类那个传承上师嘛，给自己的本尊同时也是对，这以上全部都是前善意部分。那么这个总善意的部分来说到，就那本书本的整个的这个内容的部分。那么我们在前善意的部分是圆满，而且总善意里面来说到也是前面已经圆满了在广大依乐菩提心方面的这个发心的方面已经讲到圆满了。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在从那个心量广大菩提心之等起这个部分是前面已经讲得圆满了。然后今天呢就是在方便广大密住之等起，从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但是这个讲之前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是上次我们讲课的时候就没有来到的，然后就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这一次的这个课尽量不想缺课的一些想要听的这些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后面可以补上次讲的，还有就是加上那个巴珠仁波切的列传，这些都比较重要，所以就可以再补讲一次。然后更加的呢，就是如果是所有的人没有缺课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不光是一个学习，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的这个课呢，不光是一种学习。当然你就是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来说的，把它当作学习来看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学佛的人来说的话知道需要学佛，而且学佛是很好，但并不知道如理如法的学习佛法是怎么样去学习，学习的方法不是特别懂的情况下，那么就先要修行的方法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下，那想要学习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怎么说呢用的佛教的用词法相名词当中，就说那个怎么说呢闻思修这3个过程，就是听闻佛法。先听闻佛法就是相当于可以说是学习佛法，学习佛法以后学习到的内容去思维以后呢，才可以在思维得到结果以后才可以修持的，就要一个这样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来说到，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过这3种过程的方式。那么很多人来说到，那可能是从那个寺庙里面，在很多出家人学习的方式，那么很多在家的居士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可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习，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有上这种课的人也有。但是在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到，就工作忙，家庭的事情也多，时间的琐事那么多的情况下，那么肯定这一生当中是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你是一个出家人也好，
是一个在家人也好，人生的时间是如果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无常的障碍的情况下，人生的时间都差不多一样的长，所以就是为了要忙时间所是用的需要用的怎么说呢，时间的方面来说的，那当然是在家的居士更需要忙一些时间说事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根本就时间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时间不够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在家的居士，根本就不需要拖过这3种过程了，那也不是，但也各有各的修持的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的，像我们的传承，我们尼玛派的一个传承来说的，就能够修持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就那么一个人能够可以跻身能成佛的这种一切方式，跟这里面就是具足了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内容。所以得到这个法的口传跟得到这个法的传承的话，那你可以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如果是修持好，如果是很努力的今生修持的情况下，这个法呢，这本书就可以让你今生能够可以解脱，今生成佛的我们常常说佛教究真当中就是有大圆满法是最殊胜的，而且大圆满法里面也是最殊胜，它的最殊胜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它有3种能够可以解脱的怎么说呢，方式跟实践那么在这个实践来说的，就是最好的最快速的，相当于是上根器者，根器非常好的人，你就很努力的去修的情况下，如理如法的去修持的情况下，那么即生成佛。即生成佛是什么意思？你今生就能够可以成佛的这么一个法。那么今生成佛是一个人从小到大修，从出生到修到怎么说呢，年老或者是今生死亡之前都要修，才最后的那一天会成佛，那也不是这个样的。那么他的这个修持大圆满法得到这个成就的这些方式来说到，就根据自己的智慧感，根据自己的努力，最重要是什么？根据自己对这个法跟传承上师对这个法的传承有没有信心或对传承的上师以及对金刚师兄们之间有没有破坏戒律，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没有嘲讽道友之类的这种破坏戒律的行为，然后在对传承上师以及传承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这样的一个基础下，那么在当然需要这个事出离心等等的基本的这些基础是当然是需要，没有的话就是对法也没有办法升起信心。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升起那种怎么说呢？出离心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精进的修持佛法。所以这些的基础都圆满的情况下，认真的修持的话，那么他呢，就是在没有定是什么时间，几个月或者是几年，没有这种说法。大致上，在这个科就像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大学生，比如说他上了一所大学那这个大学里面毕业是3年或者4年或者是什么样子一个有这么一个，每一个都是课程这个课程是6个月就可以，或者是3个月就可以，有这种的说法嘛？就像这样的，就是对所有的人总的安排来说的，就3年3个月闭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间安排。但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3年3个月以后就全部都成就了成佛了？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成就？或者说有些人必须得要到3年3个月才成佛？不是这样的。但这里面也是不同的根基和不同的信心，主要的区别就是信心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就大家必须得要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个发心然后中间呢就是在不退转的信心，然后最后回向，这3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是相当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3殊胜的
第一个就是回向那个发心的殊胜，第二个就是结心无想的殊胜啊。第三个呢，就是圆满回向的殊胜，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来说到就不可缺少的，必须得要圆满具足的条件。所以有了这些修持的情况下，这个法它的本身的这个殊胜跟它的这个功德来说的话，就一个人可以即身成佛。修持大圆满法本身就是修持大圆满法的人，能够可以修的如法。修的圆满，修的就是非常努力的修持的情况下，他成佛的时间就是有分为三个时间。三个时间是什么？第一个是今生成佛，第二个是中阴的时候成佛。中阴的时候呢，我们人往生了以后，本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6种中阴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也在中阴的过程当中，但我们现在在的中阴是自然中阴，也是可以说是生出中阴。从出生到往生之前呢，就是我们在自然中阴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自然过程中阴的过程，里面也包含了这个梦中中阴跟禅定中阴，这三个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的中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所谓的死亡，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灵魂离开了肉体的时候，那我们就相当也是可以说是就所有的人都认为就是死，我们都会说我会死啊，这个就是在灵魂离开肉体的那个时候，就是人就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进入实相中阴。那么在实相中阴的过程当中会成佛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成佛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成佛是什么呢？第三个成佛是，也许可能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呢，就获得即身成佛，或者是获得中阴成佛，这个两个都有这个可能，但是时间是什么呢？最晚也是7个转世之内，而且你修持的非常的如法，对佛法，尤其是对你自己的传承以及传承上师，没有起过邪见，努力的修持的情况下，那么在每一世都是可以肯定下一世也是成为一个人，而且是比这一世更有机会修持佛法的一个这样的因缘跟福报，是一定会救助，可以这么的很可靠的可以相信。这呢也不是怎么说呢什么人说出来的，这本身就是这个法的本身的这个功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相信。但是如果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人呢有很多的烦恼嘛，所以众生就是烦恼的一个体，所以就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就是有不如法的时候，破坏戒律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对上师跟弟子之间就让上师不对禅称会神起邪见的时候，对金刚道友神起邪见的时候，或者是对金刚道友之间呢，就是有一些的不开心不愉快的这些事情不能让它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必须得要忏悔。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忏悔。没有不能忏悔的业障，所以不忏悔的情况下呢，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就我们要这个方面要很努力的情况下，最晚也是有第7个转世之内是会成佛的。所以就时间来说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的。从小乘佛教，从大乘佛教，从密乘的金刚乘然后就是这几个密乘跟金刚乘这4个层次当中算的话也是，那么金刚乘的在大圆满法的能成佛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最晚最久也是第7个转世之内。第7个转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就是根据一个很长寿的人、很健康的人来算的话，也是没有多少，没有700年，没有700年的时间，因为你已经有因缘
而且是接上了这个缘分，开始修持，而且是你已经有新因缘，下一次也可以在得到一个修法的人生的时候，那中阴的过程是肯定不会很长的，马上可以投胎，而且是根本就不需要怎么说呢，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那些，不会堕入下三道的，一定是人生因缘更有福报、更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下意识或者是在下意识的时候，那么这得到即生成佛，或者是中阴的时候成佛，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要看决定下意识是这一世自己修的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呢，这一世修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呢就不是特别的精进，然后有的时候好像对上师的信心也好，对佛法的信心也好，对自己的信心也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比较升起这些信心，有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比较足够的这种信心，那么这样反反复复的情况下，到最后自己也会失去一些信心的，这种的话那就不好说。下意识能不能够得到一个人生也是很不好说，因为佛法是什么样的？佛法本身都是非常殊胜的一件怎么说呢？有福报者能够可以接触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福报的功德是什么？你修得好，他会让你成佛；但修不好，你也一样的会继续下地狱的，有这种的一个因缘。尤其是金刚乘，那么从小乘大乘，那么在一个小乘的法门里面修持来说的话，就要经过16个大阿僧祇劫以后才获得罗汉果位。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这个1年365天这种的修持以后才会得到罗汉果位。但这些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如理如法的修持修是一样的修，时间也是那么长还没有得到那个佛陀果位。那么大乘佛教在菩萨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圆满3大阿僧祇劫的福德质量和圆满3大阿僧祇劫的智慧质量以后才会获得菩萨果位的那么再从菩萨果位以上还要再修持佛陀果位，所以是在这些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这些时间都是修持方式又不一样，从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来说到，就修持的方式又不一样小乘佛教来说到，就是经过苦修，完完全全都是要经过苦修，因为没有比较大的方便法门。小乘没有大乘一样的方便是什么？内修菩提心没有内修菩提心没有，只是有外修的别解脱戒，然后收持戒，那个收戒戒律清净，然后戒律清净的话，就把那个烦恼不会产生。这样烦恼就是用强迫的就把所有的烦恼荡掉，就是要断除，以这么一个方式来苦修的情况下，那么最后得到的就是罗汉果位。因为这也是在主要的依赖就是在法性上，法性是我当初呢就是在为了要解脱轮回的痛苦，也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一切众生。知道一切众生在轮回的根源是什么烦恼无明。知道了以后，自取为了要断除烦恼，不要产生贪嗔痴，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守戒没有第二个方式，所以就非常的辛苦。修的时候也是。那么在大乘菩萨界的话，那就相当就是也是现在在中国显宗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大乘的这个怎么说质量道的方面来说的话，那经过6度波罗蜜的修持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那个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就这样6度波罗蜜的方式进持，然后也是一样的守戒，但是这个守戒的方式又不一样。然后就每一个就像那个贪嗔痴慢疑都是5度，就一个一个的对治理
用对这里的方法来修持，而且是用内心要发菩提心，然后所以就功德就更加的容易圆满。所以就是从16个大阿僧祇见跟6个大阿僧祇见这两个之间呢，就是相差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得到的功德就根本不一样。前面的呢，就小乘佛教修持16个大阿僧祇见，口修守戒，以这么一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因为八心的区别，所以就经过16个大阿僧祇见，也是只得到罗汉果位。那么菩萨到的时候呢，就经过6个大阿僧祇见，圆满了福德质量跟智慧质量以后呢，得到的就是菩萨果位。所以就这完完全全就是差很多。那么在修持每乘的金刚乘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前面的基础度圆满而且发心来说的就更有，它就是修持有接纳3种的方式去修持，外昧内3种修持，所以就是方便多。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本身来说的就是高智慧者结束的。所谓的高智慧者，你们不能以为我们平常就是所谓的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不能认为我们就实践的小聪明。实践的小聪明，就像比如说能做生意能创立一些东西，实践的有的没有的，很会管理家庭或者很会管理公司，那些方面来说到，就这不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聪明。像比如说有些在这个世界上的有些科学家他们呢就是在创立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尤其是制造一些各种各样的武器的那些，那么在一个武器可以就毁灭一些城市的那种的智慧。那么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讲的智慧跟这两个不同的，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智慧是有慈悲心、菩提心，有为一切众生的爱心的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就让一切众生能够可以从轮回当中要解脱知道解脱的功德的有这么一些的这种概念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有出离心，就是学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很容易可以学。利他的事情呢，他就自然而然就非常严毅的去做，非常欢喜。听到人家在做善事，帮助他人、救人等等的这些的消息的时候，非常欢喜，而且自己也是很希望去做，自己也是很希望我有这么努力的话，如果说我有这种能力的话，我也一定会去做比他更好的事情、更殊胜的事情。这样想的人，那就是有智慧的。那有些人来说就听到在有恶我们造业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们修善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必须得要知道这些结果，这样这些结果以后要懂得对善的功德跟结果要欢喜，懂得对这个业的结果跟业的果报越大，你就是越是接近能够可以再成佛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你对时间轮回有怎么说呢？很透的，然后就是很全面性的了解跟认识。认识什么？我们轮回中呢都是苦。
日本做人。